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2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咱们还是先看一看这个万达的王老板今天铺天盖地的又是王老板的新闻呢。21世纪财经报道他说3月25号，记者从天眼查获悉，近日徐州万达广场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股东，新增广东横琴粤港深度合作区宽和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为全资股东，同时法定代表人发生变更。记者注意到，为缓解债务压力，万达集团近2年已先后出售多个万达广场，2025年继续旗下资产出售计划。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开年以来，新华保险已连续5次出手，先后接盘了宣城、铜陵、安阳、四平、扬州5座万达广场。截至3月25日，新华保险通过昆华股权投资间接持股，已接手14家万达广场。王老板又卖一座万达广场，我想起了这个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把这个用在万达广场身上，用在王老板身上也很贴切也就是他盖万达广场，那像雨后春笋一样排山倒海。这个10几年时间全国盖了400-500家万达广场，但是卖万达广场就像病去如抽丝2年卖15家，不是王老板舍不得卖是卖不掉，没人买。为什么会这样？那是经济出问题了。出了什么问题呢？咱们不知道，咱们只是看现象。首先，这个期货日报报道他说多家钢厂宣布减产10%，分析称后续或有更多钢厂进行控产和减产。周一，八一钢铁、昆仑钢铁、闽新钢铁、昆玉钢铁等钢厂发布消息称，为推动新疆钢铁行业减量发展，自3月24日起，粗钢日产量减少10%。有行业人士直言，该消息让近期震荡下跌的钢材价格有了希望。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新疆粗钢产量为1290万吨，若减量10%，粗钢年产量将降为1161万吨，将是2019年以来新疆最低产量。新疆地区钢厂的控产只是开始，后续将有更多其他地区的钢厂进行控产和减产。华宝期货研发部黑色研究员武秋婷说，也就是马上全国的钢厂被迫要减产。为什么呢？因为你生产了卖不掉。房地产大基建是吧？首先是房地产投资是在连年下滑，对吧？这个用钢大户不景气。第二个，你看基建，现在很多基建是吧，不产生效益的，该停的停，该关的关，这个就是房地产低迷它向其他的行业在扩散。咱们以前经常介绍那个做餐饮设备回收的这些行业，对吧？他们经常拍视频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餐饮行业好惨。实际上类似的行业还有一个叫收这个二手办公家具的，他们跟那个餐饮行业是一样，就这家公司干不下去了，他就去把人家办公家具什么老板桌空调复印机打印机就那些设备还有桌子椅子会议桌收这些设备的，跟那个餐饮行业是一样今天晚上有一个在武汉做这种办公家具回收的一个人写了个帖子，他说我坐标武汉，他说这周截止到现在又收了4家倒闭项目。说点得罪人的真相，创业失败99%原罪是创始人。他说第一个死穴，用爱发电，总幻想自己是天选之子，融不到资就各种贷款，甚至抵押房子、信用卡套现维持经营，这不是热血，这是毒瘾，结局多半是妻离子散。这个跟我比起来那是要差一点。我当年创业一看形势不对，立马跟炒股一样斩仓出局，割肉出局认输，而不是无休无止的加仓。认清形势对吧？止损，学会止损很重要止损虽然很惨很痛，但是你是越往里搭钱，你越这个加仓，你套得越深，你越没有办法自拔。他说第二个幻觉，画大饼成瘾，把 PPT 融资当核心竞争力，张口闭口万亿赛道，结果连便利店进货账单都搞不明白。投资人不傻，韭菜苗是长不成参天大树的。第三个硬伤，既要又要还要，既要情怀又要赚快钱，既要兄弟情又要绝对控股权，最后团队在股权的撕扯中散伙，
产品胎死腹中。第4个绝症，错把平台当能力。大厂出来的人创业，发现从前呼风唤雨的能力靠的是公司招牌，真刀真枪拼市场的时候，连地推传单都摸不开脸发。第5个陷阱，死于内卷式创新。小程序改个按钮颜色就敢说颠覆行业， AI 项目扒开源代码套壳融资，结果要么被大厂3天秒走啊，就是抄走啊，要么根本没有人用。最讽刺的是，1半以上的创始人都知道这些坑，但总觉得自己是那2%的例外，也就是都是抱着侥幸心理啊。这个已经不是创业了，这实际上就是赌博啊。就在这种背景下，你还去创业，基本上啊就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这么说啊？这里又说到这个消费贷，最近消费贷是热点啊，大家吐槽的比较多。也就是说啊，大家都理解成啊，我现在没钱，我也赚不到钱，你要还借钱给我贷款，给我消费，贷款给我消费。有很多人呢，他从字面去理解，从字面理解基本上就是曲解，都知道你银行里存了3万8万的，你都是用来养老，你自己勒紧裤腰带舍不得花钱，贷款给你花钱，你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这个消费贷是有很深的用意。有一个自称是银行内部的人啊，写了个帖子，也在知乎上呢回答别人的问题。他说啊，我就是做银行贷款的，据我行后台观察，消费贷有一个算一个，都在违规使用，用途最多的是用来还其他机构的贷款，占1半以上。第二，也不是进股市，而是进境外金融机构。进了境外金融机构呢，那就失去联系了。所以他们只能猜测，推测啊，高度怀疑是炒币或者是网络赌博平台。他说排第3的才是国内的证券账户平台，真正用来消费支出的不到1%，也就是他消费贷款出去了啊，只有10%用在消费上面，恰恰是这10%啊，正是我们银行重点监测的高危对象。你说这滑稽不？就是消费贷出去了90%啊，这个都没用在消费上面，要么就是还其他银行的贷款，要么就是到境外赌博去了，或者炒币去了。只有1%啊，10%的人，10%的资金用在消费上面，结果这10%还成了这个银行的老大难问题，头疼的问题。说道理很简单，他说你呀，贷款30万50万，你消费什么？你要是真消费的话，你买个车，买个表，对吧？买几个包去会所，或者是去海外旅游，去哪儿旅游，这是真消费啊。问题是你到期了拿什么还呢？最后这个所谓的银行人士啊，他说啊，消费贷你还真拿来消费，是你傻还是当我们银行傻？这个消费贷刚推出来的这个第1天呢，我就说了，它是为了解决一部分特殊人群的。地方政府要化债，因为地方政府的地方债你不化，那个现在是越来越危险。去年是10几万亿化解地方债，地方债怎么化解啊？不就是把你短期的债马上要到期了，给你延长嘛，用长期的债替换，然后你那个地方债那利息特别高啊，10%几，对吧？你现在用几这个低息的债把你的高息的债给你换掉，这一下地方政府是不是压力就小多了？我现在只要还点那个利息就行了，我就没有暴雷。那地方政府的地方债划掉了，也不是说划掉了，其实有划债的思路。那有很多个体啊，很多韭菜，实际上它跟地方政府是一样的，它已经是苦不堪言，它扛不住了。有种种原因啊，他那个比如说他买房子，他那按揭贷款现在4%点几的，你让银行给他降，银行也不愿意，对吧？银行的这降息非常慢，降你这按揭贷款了。有的人是因为做生意，有的人是因为炒房子，有的人是因为投资失败，有的人是因为孩子要上学借了钱，种种原因吧，他背了债。他这个债跟地方政府的地方债是一样的，那他这个债利息比较高啊，有的甚至是高利贷啊，从网贷上面那个 APP 上贷的，那不是高利贷吗？苦不堪言，对吧？每天在还这个高利贷，所以现在搞一个消费贷，对吧？你自己想办法去吧，反正是那个利息很低，一贷你就能贷7年，对吧？一贷你就能贷50万，一个银行50万，你想想4个银行5个银行8个银行，你就撸去吧，是不是对那些原有背着高额利息的那些贷款的那些人，是不是让他松口气啊？这些人他并不是说我就是不想还贷款啊，我就是想撸贷款，我就是破罐子破摔，恰恰这人家不是。所以你看消费贷就能解决他们问题。我今天我把工行的那个 APP 打开，然后它里面有个贷款那个项目，你点进去之后
它有消费贷，有什么经营贷，各种贷。你点那个消费贷，就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啊！我以前啊，那个点那个消费贷，他给我出来的那个额度就是10万，我看那个利息啊，他给我发的短信，利息是2.几、2.8%吧？去年还是前年？去年，我记得做节目还说过。这一次我一打开一看，直接就给100万，5年。以前是10万1年，就是你借10万，你1年还，额度只有10万。你说这力度得有多大呀？直接就给你放到100万，利息多少我没看，他点进去实操，它在显示利息，就是你真要贷100万，他给你显示那个利息，我没有去操作，而且上面不要你提供任何东西，就是信用贷，凭你的信用，这个力度非常大。如果我要是欠了300-500万的外债，我就3-5个银行或者7-8个银行这么去撸，是不是我的这个每个月还款压力，就那个贷款的这个利息成本是不是一下降了好多？我在想啊，有人说这个就是为了这个放水，实际上这不是放水。放水是什么意思呢？放水是我真的借钱去消费，那是我把这钱贷到手，我去买车去了，对吧？或者我去哪儿旅游把它花掉。但实际上大部分是贷这个钱，把这个银行的钱拿出来就还那个银行，兜兜转转不又回去了吗？这怎么叫放水呢？居民部门老百姓的资产负债表没有变化，它只是利息低了一点，短债变长债，对吧？如果是这种思路，它就放不了水。如果说大部分人真的是借钱消费，那算是放点水，因为它不需要抵押的。我们每个人呢借50万，对吧？你有1万个人借，那就50亿出去了，对吧？要是1个亿人借呢，50万亿水就放下去了。真的是新增贷款，你借了是花的啊，你把这水借了之后，你去还其他银行的，那就相当于对你来说，你的负债没有增加，你反而成本降低了。所以我说这个狂推消费债啊，消费贷对银行不是好消息，银行的利润要进一步下降。我们再看啊，就知道经济到什么程度了，火烧眉毛一点都不为过。这个2025年3月23号，财联社报道啊，2025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说啊，真诚欢迎国际资本回归中国，用了回归2个字。他前面写了一大堆啊，说这个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韩文秀表示啊，这是官方表示啊，这些年我们变压力为动力，推动科技自立自强取得积极的进展。我们将坚持科技引领、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积极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人工智能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但是近期我们看到许多国际投资者纷纷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产，我们真诚的欢迎国际资本回归中国，深耕中国投资的沃土，共享中国发展的红利。这个说法啊，我总感觉好像跟人民日报说法不一样嘛。这个我们以前说过了，人民日报说了，这个我们啊，这个外资没问题啊，虽然总量下降，那是低质量的减少了，对，在中国待不下去的外资走了，那是低质量的，对吧？高质量的外资增加了，有时候低质量的走的太多，对吧？高质量的来的还不够多，所以说啊，我们这个外资少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的维维老师说了，外资撤离中国，那是给中国一个机会啊，早就该撤离了啊。还有一个专家说过，是哪个专家说的？说是外资撤离中国，厂子都毁清了，我是记得的啊，这节目介绍过嘛。怎么这一次好像这个语气发生变化了呢？真诚欢迎国际资本回归中国，这个回归这2个字啊，用的非常巧妙啊。这还有必要外资来吗？这不是小粉小红正能量，不都是要把外资赶走吗？外资走了，对吧？咱们国产品牌全部接盘，这怎么好像才2年时间就是对吧？2年前还是3年前，不是宝马那个汽车展上，因为没有给人提供这个啊，没给人家提供免费的冰淇淋，这不好多爱国青年要把人赶走吗？这回要回归中国，还有个回归怎么理解呢？回归就是说，那还是承认一部分外资走了，对吧？你只有走了，你再来这回归嘛，对吧？你都没来过，你来那不叫回归。所以这个我总感觉什么意思啊？就是那意思就是以前搞错了，对吧？让你们走了，我现在后悔了，你们回归吧。总之啊，你就通过这一报道，你就知道是不是哪儿出了问题啊？你就2年前他都不是这个态度啊。我们再看啊，网上有个视频，这个博主叫什么名字我看不到，网上转发的啊，叫中国中产消费大转向。大家看视频啊，突然发现3月还没结束，社会上却出现了3个反常现象。第一，二手劳力士暴跌，百达翡丽也不香了。2年前一块劳力士二手迪通呢还能卖100多万，现在50万不到就能拿下。这是最近中产圈最被热议的话题。谁也没想到，曾经认为的保值产品，现在却迎来了腰斩。
不仅是劳力士，百达翡丽和爱彼的二手市场也都迎来了持续下滑，一个 6.5%， 一个 7.4%。要知道这些都还是平均数据，个别产品下滑的更是离谱。表呢只是一个缩影，爱马仕呢也开始调低配货门槛，古驰呢营收下滑，普拉达包包主动下调价格，这是怎么了？大家都不再买奢侈品了吗？第二 ，BBA 接连下滑，曾经的进口豪华车也卖不动了。一边是奢侈品不吃香，一边是曾经高高在上的进口豪华车也遭到了滑铁卢。2024年，宝马卖了71.4万辆汽车，下滑了 13.4%；奔驰卖了71.4万辆，下滑 6.7%；奥迪卖了64.9万辆，下滑 10.9%。曾经无数人觉得开 BBA 不仅是技术更领先，而且还有一种额外的面子感。但现在大家仿佛突然对豪华的定义变了，国产的问界、理想都迎来了持续增长。一个小米推出一辆50多万的车，一晚上被订了2万台。第三，折扣狂飙，中产的消费心态彻底变了。一边是奢侈品销量的下滑，但另一边折扣奢侈品、折扣零售却迎来了一波新的增长狂潮。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折扣产品带来的销售分量增量高达近500亿。全球折扣零售渠道增长 8.2%， 国内的奥特莱斯就是一个缩影，2023年就达到了2300亿的规模，稳步增长了 9.5%， 而到了去年年底，国内奥莱已经有了250亿家，预计今年的市场将会突破2600亿。线上也一样，以被称为线上奥莱的唯品会为例，去年其卖了2093亿的折扣品牌商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超 75% 都是衣服、鞋子这类的穿戴商品，说明大家买衣服、包包更倾向于折扣了。这三个反常现象看似没有太大关联，其实背后都指向了同一个事实，那就是越来越多人的消费心态发生了彻底转变。大家从追求疯狂溢价、追求进口豪华、强调越贵越好，到追求品牌折扣、追求高质量国产、强调质价比。这背后的本质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消费者正变得更加理性务实，这是一个新的消费时代。他这个视频讲的，无论是全球折扣店奥莱呀、奥特莱斯，对吧？还是全球都是在高速发展，还是说咱们中国在高速发展？你不管怎么说啊，这些以前中产比较喜欢的名表、名包，对吧？名车，现在都不行了。实际上对咱们来说就叫中产返贫，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以前中产都是蒸蒸日上，往上看，对吧？那个 B 站 UP 主那叫什么翔哥，对吧？一年赚100多万、200万。他就开始想着要赚1个亿了。你在这种情况下，他买库里南，对吧？他买什么名车名表，太正常了。那这就是一个充分的一个写照啊。他现在被骗了，没钱了，对不对？他赚不到钱了，你让他再买库里南，他裤腰带都不想买，不就这个道理吗？对吧？中产在返贫，什么原因返贫呢？那原因多方面，总之在返贫。中产在减少，所以这个北京的什么宝马 5S 店都关门啊，开不下去啊。保时捷败走中国，对吧？保时捷中国销量暴跌啊，还有法拉利吧，这名车都不行，为什么呢？不是车不行了，是我们消费这个车的人群没了啊。至于说什么国产替代，那都是胡说八道，全都是胡扯，对吧？小米推出50万的车，什么蔚来、理想，对吧？跟宝马竞争，这些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这个都跟厂家的营销啊、宣传有关系。反正他那个数字就是云里雾里的，你也摸不清楚。只有外资的人家数字啊，实打实的，对吧？卖了多少辆就是多少辆，对吧？你这国产品牌那靠的就是营销啊，营销他卖了多少台，他能告诉你吗？如果国产品牌牛能够顶住啊，不受这个经济下行影响，不受中产返贫影响，那茅台为什么销量下降？茅台为什么价格下跌？茅台难道是外资吗？茅台难道是美国的美西方的吗？所以说啊，说来说去是中产没钱，中产返贫，所以中产他也不消费，勒紧裤腰带。我们再看一个报道啊，这是第一财经报道的，物管企业直言收账难，就是物业啊，收物业费难。融创服务去年规模净亏4.5亿。3月25号，融创服务发布2024年业绩，期内实现营业收入69亿，同比2023年基本持平，核心净利润7.96亿，同比基本持平。自2022年以来，融创服务营业收入已经连续3年下降，不过变动幅度不大。规模净利润从2022年开始持续亏损，说近3年亏损数值分别是负的4.8亿、负的4.3亿、负的4.5亿。也就是说啊，融创服务做物业居然连续3年在亏损。那为什么导致这个融创亏损呢？真是叫奇葩啊，就是物业费收不起来。他说去年啊，
融创服务金融资产减值亏损净额 13.88 亿元，主要为贸易应收款减值 10.87 亿，其中关联方贸易应收款减值亏损净额 7.63 亿元，第三方贸易应收款减值亏损净额 3.24 亿。而在2023年度，融创服务的金融资产减亏净额变 8.5 亿，前述贸易应收款主要来自包干制下、物业管理及运营服务等。犹如地产行业市场情况持续下行，出于谨慎性考量，进一步对关联方贸易及其他应收款项计提减值拨备。融创服务表示同时因第三方业主回款速度放缓，应收款项的信用风险增加，计提减值拨备同样增加。也就是融创物业它这个应收款项居然都要做计提减值，就是有可能要不回来了。简单的理解就是有很多物业费要不回来。融创它基本上它好像这个融创的小区还相对比较高端呢，相对物业费都收不起来。我记得前一阵子咱们介绍过，是不是各个地方物业都在降价，业主要求物业降价，政府也要求物业降价，现在连物业都难干了，这个已经说明问题你说经济是好还是不好？当然了，今天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又放了一颗卫星。这个杭州六小龙刚宣传完还不知道咋回事呢，这还没整明白呢。这个杭州又放一颗卫星。这个钱江晚报报道说这个3月25日，杭州年度数一数二的重量级宝地正式出让，奥体滨江国际商务区原水电新村首宗宅地。经过72轮汹涌角逐，最终由滨江拿地，成交总价52亿元，楼面价77409元每平米，溢价率 70%， 不仅登顶杭州最贵地价宝座，在全国仅次于上海、北京、深圳。你看看这颗卫星放的好不好？同日出让的钱江新城2期则由滨江补仓，城东新城由绿城拿地，萧山老城低密地竭竭力拿下，说滨江成为今天最大赢家，豪掷 73.5 亿元包揽水电新村、钱江新城2期两宗宝地。经过72轮混战，溢价率来到了 70%， 才由滨江拿地，成交总价超52亿元，楼面价77409元每平米，刷新杭州地价的天花板，放眼全国，杭州当前的地价记录已经可以比肩一线城市这是钱江新闻报道的这个我想起了一句话，那就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北京、上海、杭州这些地方那些核心区那房价还在涨。你要说它那个楼面价是7万7，那这个房子盖好至少10万以上，就是差不多12万吧，最起码12万以下卖给你，那都是开发商良心发现。那你说在杭州15万1平米，你买这房子的人都是些什么人呢？为什么开发商玩命的加价？他敢加价呢？因为他知道这种核心地段卖多贵都有人买。杭州或者是整个的浙江省，那有钱人还是有的，对吧？1000个有钱人根本不愁他这个顶多到时候300户，只要卖给300个人就够了，到时候保证还有人抢购，疯抢，叫日光盘。上海就这样吗？实际上这个在我看来，这就凸显这个叫贫富差距在分化，在扩大。有钱人3、5千万的买套房子小意思，韭菜呢买个100平的，对吧？180万的那可真是6个钱包掏空，七大姑八大姨的借完，还要搭上自己未来30年。你这不就是充分说明了这个贫富差距在拉大吗？一边是狂欢不停的推高地价，一边是韭菜在这干瞪眼，买不起也不敢买，买了怕套住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一个表现也就是那地方它核心地段它就是贵，可以理解市场定价，反正没人强迫你买，你愿意买你就去买。但是媒体中介不要渲染，不要把这个制造焦虑，感觉房价要暴涨每个地方房子都要像这样，地面价就是7万多那个地方创新高，对吧？地面价7万多，它附近是不是也涨到6万呢？再离它远一点的涨5万呢？制造焦虑，忽悠更多人上当，这个做法这不好。这个炒股的有些游资喜欢选这个股票里面的那所谓的龙头，就玩命的拉那个龙头，迟早是要买单的。虽然有钱的韭菜还是有钱，但是有钱的韭菜数量毕竟是有限的，也经不起这么割最后再说一下简单介绍一下大摩最新闭门会，他就谈到了咱们的房地产，他这个有将近1个小时呢。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咱们的复苏之路是一马平川还是依然坎坷？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不可能是一马平川的，依然坎坷是常态。第二个，大摩认为我们的居民部门已经加不动杠杆，
你想，居民部门如果能加得动杠杆，那怎么来这个7年的50万的、100万的这种消费贷呢？利息只有2.点几，实际上就是说明居民部门就是老百姓他已经加不动杠杆。然后第三个观点啊，大摩认为啊，他说现在二手房再度出现大范围下跌，无论是上海、深圳还是北京，这是大摩他们得出的结论啊。在我看来啊，这个大范围下跌是迟早要来的，因为这个你吹不了了，你再吹总有吹爆的时候啊。也就是二手房已经到顶了，后面就是下跌啊，滑到哪里不知道。当然了，大摩也说了啊，他认为咱们现在谨慎的就是科创，就是科技创新这一块还是亮点。这个南都湾财社报道啊，他说瑞银预计房价将于明年初企稳。阳春3月说，国内多个城市已出现楼市小阳春现象。在成都3月11日诞生了成都史上首宗楼面地价单价破3万的地块。在北京啊也出现这现象啊，上海静安寺啊不是成交一个楼面地价单价16万的嘛，刷新全国宅地单价记录。那再加上刚才杭州啊那个7万7的，他认为楼市小阳春。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啊，这就是媒体啊还有这些机构坏的地方，他拿这些特例来说事。你看房价涨了，你们还不买，对吧？房价涨了，你看看马上就企稳了，房企纷纷追高拿地之下，是春天重新回到楼市了吗？瑞银投资银行亚太及大中华区房地产研究主管发表中国房地产行业报告指出，经历过去4、5年的下行周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已出现一些比较积极的信号，行业已出现企稳的早期迹象。目前预计全国房价将于2026年初企稳啊，他说的是房价呀，在明年年初企稳啊。就目前这个咱们这消费的现状，谁敢去买房呢？如果说房价企稳，那恐怕是那些豪宅，它就不叫企稳了，它恐怕还要涨呢。但是这些狂欢啊，会在某一个时刻戛然而止。这就跟任何这个崩盘是一个道理啊，它会突然崩盘，玩不下去了，突然发现没人接盘，富豪就那么多嘛。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